青少年探索班计划透过辅导会谈、生涯探索、工作体验等多元课程，协助15岁到18岁高中毕业无升学、无就业青少年，帮助因顺利找到人生发展方向。还有呢，生涯的一个探索，还有呢工作体验。通过体验之外呢，还有一些一点点的一个实习补助。所以其实呢，来这边也呢不会损失太多，反而可以让你找到更多未来发展方向，还可以呢交到很多朋友。很多小朋友或者家长还不晓得这个计划，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好伙伴，包括我们陈明飞、李宇跟陈玉珍那个议员，这样我们也透过议员跟社区做一个广大的宣传，也希望这些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的未来跟自己的方向。透过会谈以及课程，鼓励学员继续升学，也就是学习一技之长，为囡仔导向正确人生路途。青少年探索班来辅导15到18岁国中毕业未升学未就业的青少年，来辅导他们顺利找到生涯的探索方向。那辅导措施就包含说有辅导的会谈、个别的、团体的，然后有一些生涯探索的课程，有一些职业的参访。最重要的是还有工作体验的部分，来让孩子可以直接进到职场，又可以学习一技之长，又可以工作赚钱。今年活动另外一项特别，就是首次甲台南大学戏剧创作书生合作。推出表演课程，和学员演绎出自身的故事。今年特色的话是跟南大的戏剧创作的老师还有研究生们共同来合作。那也是因为这几年的话，也的确有看到说戏剧的应用在青少年辅导上面的话，其实是蛮有成效的，也蛮有效果。因为就透过一个戏剧这样的一个媒材的方式的话，协助青少年们来去探索他自己的内在的世界。那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展现。那我们希望说，最后的成果的话，可以将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独特的生命故事演出来。理校协会理事长施炳辉表示，未来也会甲大港社区合作，拄带领青少年甲社区高龄者进行青年共融课程，发挥正向影响力以外，也带领学员学习在地芳草产业，培养第二专长。也欢迎符合资格15岁到18岁高中毕业无升学无就业青少年来报名参加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